何仙姑。华哥咧，华哥，即摆人是安怎？我阿七咧，即摆还互关伫个担到庙内，强行的，着强迫伊落来甲地官后生相亲。袂，我阿七捌救出过，伊绝对吼袂叫关老爷迄地瓜囝，互因去逼，伊若搁再逼落，一定变出人命的。我知影我是一个真有孝，为着老爷，为着父亲，我相信伊突然无牺牲伊家己也是袂用的。父亲定来你讲，这拢是天注定，前世就做我好，一切由天安排。我无想要救囝，万一不会，就家父阁是你唯一的希望。只要你若是公平顺从，将来你才是有希望。地官甲你需要，要我唔帮你算，你若是倒转去，敢是自投罗网，死路一条呢？为着我带华哥工作，求今老爷对阿爹，你嘛绝对袂当谅解。阿爹，我讲讲是你阿妈当爹上囝。阮老爷会谅解都袂谅解，我伫遐讲这，也规世人总受感情。我了怎样，我也免去离开。阿伯，阮阿七甲我讲着我哈，是爱你陪伴见人，去上家户口，也毋过，这都要看你家己的意思啦。既然是阮阿姊叫我陪互公主来去上家户口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阿伯，你做你放心。唔免，我无需要人陪，你也是紧等于陪华哥。这摆哪会当互你注意的？这是阮阿姊交代，我就一定爱去做的。就算讲吼，你想要甲我赶，哼，嘛赶袂走。哎呦，阿囝呀，你唔通安尼啉嘛！你看，你还阁遮尔啊少年，你无为你家己想，你嘛为阿娘想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呢，啊，你哪要糟蹋家己啦？我是啊，愈想愈想无。阿爹是一关真定，不管是上尾带兵也好，落尾关命，好家只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这凭什么要代叫我？
放心啦，你著和我讲吼，伊早晚一定会入咱家厝里的某，安尼啊，甲你保证，吼。哎呦，阿囝呀，我叫你唔好啉，你搁啉，安尼是会醉咧。好，莫卖啉啊啦，吼。无好啊！嘿我即摆除了啉酒解忧愁，我阁会当做啥物呢？你著和我讲，即摆伫个人乐关内，你绝对走袂去的。你何必甲家己一日过袂去？人家关，我过有分明你毒骗我，我是有心，我要找你论。哎呦，阿囝呀，你唔通安尼冲动啦！你听安尼的话，我会好好甲你安排，我会互你课，互你做主。来，来遮坐，来。吼，安尼有才有乖。我是有想，想拢无。我食到遮大汉，才改一个查某，想要娶做新妇，哼，算危险。我要找你论啊！哎呦，阿囝呀，你若这样听话，迄道观内吼，永讲是真神圣的所在，任何什么人都袂用伫遐出入。若去传出去哦，都偌歹听咧呢。你这，安尼要甲你注意啦，哦。夫人，公主啊，我你啉闷酒啊？这国内拢回头长啦，你也毋是为着迄个花果。是啊，你即马赶紧去迄个何家，甲迄个何太讲，讲我这个婚姻都已经甲伊安排好势啊。如果迄个何太伊若毋应这个婚，毋来完婚，我就毋当伊煞。是。苏爷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免啦，阮若讲煞，我就要走啦。好太，阮公主吼，要为着好过这件代志，拢伫咧想着。你还要好好去考训恁查某囝，既然毋通拄啊变开的变关，啊若无靠死出问题，这个我安怎你应该知影。这小人知影，伊也马久，无啥物咧马久啦。元老爷民主吼，若是保袂牢，伊若要安怎死，伊就要安怎死。小人知影啦，知就好啦。我甲你讲，不管要用什么办法，看要用骗的，要用拐的，用抢的，拢会用的。婚期绝对袂用搁延期的，吼。要若无吼，这件代志要安怎做？你应该知影。我知影，我一定照办。你遮坐啦，你真忝嘛吼。阿娘哪无对你来？本来伊是要甲我做伙来，我身体无好，才无来。阿娘是安怎？有要紧无？年月有我啦，身体不灵练，下骹虚弱，尤其是最近的，伊搁再搞操烦，连讲万病拢嘛照到啊。拢是查某囝不好，我害得阿爹甲阿娘第一烦恼。即摆讲什么有哪也是无路用啊？可能伊对阿爹有误解伫个，是讲阿爹是欺民重富的人，对起着查某囝终身大事，拢总无提甲你拍算。你家想看卖咧，阿爹担心你这查某囝的呢，我若无听你，我是要听什么人多？阿爹，是查某囝不好，我阿爹替你伤心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讲是阿爹的想法唔对呀，我是想讲，你若会当见到元老爷的后生做新妇啊，会当得到一生的快乐甲幸福，所以才答应这门亲事。阿爹，我知你是为我好，我并不怪你。我真的记
已经想通啊。我哩家好野人的所在，并毋是讲会当得到荣华富贵，也嘛无一切当作想慢啊，想慢啊啦。咱李家在世有伊所交陪的人，拢全是一寡王子公孙，到时阵，咱若娶过新娘，因一定会见笑转心去，咱的代志会搁再更加不可收拾。王公，刚才是恁阿娘咧讲，万人当作是运命，由天安排啦。你放心，我答应嫁过去就是。来委屈你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情来相依难忘。祝福我讲，被环境所变，所有医生来表证的。祈求神明菩萨保庇我阿囝尔，会当平安长寿。赵姨，人别甲走，实在真可怜。哪有现在？伊马上就要嫁去你，敢讲你不爱管？讲你看，伊甲你不收，根本就无夫妻情。真做伊若嫁着，因两个嘛无法度成为夫妻。然后我看伊运动吼，总共做出个才安尼变怎办？素材的事，会当卖插手，咱尽量卖插手。新郎新娘入席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跪拜，双入洞房。真济，真好。华哥，即摆已经是翁仔某，你知无？感觉思念你的呢，怎么敢会当娶着你呢？你是怎么样了？小看，你写到什么？我还是要写小猪巴个。我看你是用早去纪念老王，出！
啊，新娘嘞，新娘啊！我讲安尼啦，啊你新娘的我无看咧，无看啊，无路都真人，一个人的人生，我死。果然是仙女下凡。在人间哪有这款的美丽？马道良确实是艳福不浅。你这个野狗啊，是要孝受猪肝骨。冲动，也互玉帝甲你拍落汉奸，伫咧受苦，你安尼是何苦呢？唉，你莫搁遐尔伤心，无定着咱命改，咱掠着迄个贱人了，才在受你报仇。20条命。嘛，我都顶受你这条命。你既然这么毒，伊的心肝这么强，我一定要给杀死。我要来破伊的心肝，我的心肝哪会这么恶，这么毒呢？是啊，阿壮，我果然有听到无？真正有兴趣超无人。有机会啦，但是要找无好我讲伊的人啊，找无好我讲，白贪，真正拢是白贪，抓袂着好我讲，要将伊父母了当个心。是啊，但是即马发生无偌久，好我讲是真个查某的，伊是有走偌远啊。我今日给他派出个人分出去咯，一定要将好我讲甲掠倒转来。是，阿姐，不管好我讲了着无着，因老爸老母吼，单独主事之嫌，连人父母身掠倒来。是。加油啊！多谢你啊！你是安怎要去当豪华哥的主意？其实我安尼做嘛是一番的好，所以讲后来要互你一个意外欢喜啊！你是为着我？贵哦，这当然咯。我知影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想要吸收伊的冤情，而且搁要报当年一箭之仇，所以我要同情老兄啊！都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你啊！原来你对我遐尔体贴，那呢，以前是我辜负你咯。贵哦，你了解就好。哼！你哪去拍我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是真正遐尔好心，你是安怎无爱直接甲你抓转来？你手可定时乱？我是忝啊，是要休困，喘一个气的嘛。哼，你甲我点去！
你心肝内伫想啥物？你计是讲我毋知？我甲你讲，我一直伫你后壁监视你。哼，你的行动，我是一清二楚。我有我的计划，想袂到，拢去互你破坏。你是讲？我早就知影，无花姑绝对袂甘心这计划骗你入手。伫咧洞房的时阵，伊就会自杀。等伊自杀以后，伊的魂魄就会入你的身。迄个时阵，就是我去收伊的完成上好的机会。想袂到，你竟然出现，破坏了我这称赞人好的机会。你是最想好在你讲？我唔对啊！你给一个机会给我补偿你好无？本来你拍输敌人的时阵，我是无按算要救你。贵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知影。贵哦，我知影你心思明确，而且善良搁多情，九龙学三界之中，你上水，你上美人。你莫念啊婆，我才唔信你这套。贵哦，要无安尼，从今以后我拢听你的。你若唔相信，我听我就抓。后摆我若搁违背你，我愿你五雷盖顶，分销劈散。安尼好。真是的，真是，当然是真是的喏。我都已经就头抓，敢讲你还唔相信？好嘞，我搁再相信你一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去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情来相依难忘。我没有人无开门啊！谁人甲我怪你这个病？一定死啊！迄个妖怪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要甲你公主抬死，搁甲我抓来这只嘞？你公主来死，伊的爸母一定袂放我煞。你若找无我，一定去找阿爹尔算数。对，总讲甲我出死，我嘛是会转去。我想面对阿爹甲阿娘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你早叫三顿，哥，你听我讲，我早见嫁了恁兜了后，要不就唔捌再见面啊！希望亲家你哦，相信我的话，真正我真正讲，哎呦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我的后事互恁早嫁害死，那个走，你也敢叫我亲家啊？老爷，关老爷，请你饶命，请你饶命啦！关老爷。有啊，关老爷是看恁有气，才要甲你结这门的亲情。啊，你若讲无愿意吼，你就会使坦白讲的。关老爷伊一定袂甲你勉强。一东房花烛之夜，恁查某囝来谋杀公主，
啊，这明明都恁翁仔某主事的啊！对，你啦，冤枉的，冤枉的。要阮会当甲管老爷结为亲情哦，下你讲是阮的福气啦。我咧甲迄好大胆，叫阮查某囝来谋杀公主，请你相信我，冤枉的。啊，这个事实就摆你眼前，啊，你搁来今日要辩解？看恁查某囝，我即马藏伫什么所在，恁都爱老实招认。要若无哦，不但讲花好过，恁查某囝会受着凌迟之苦，连恁两个翁仔某都难逃死罪啦！关老爷，请你着爱明察，阮查某囝花姑，伊绝对无可能做出这种代志。我上了解伊，所以讲这拢是冤枉的。请关老爷你查一水落石出，我是冤枉的啦。面酒杯呢？啊，水啊！你真是要斗下手，我大啦！水啊！应该下讲，无睇你阿某，压入大路，好死死！来人啊！关老爷，翁仔某压入大路，我是冤枉的啦！我是冤枉的，冤枉的！对呀，有水地啊，迄一工，社门是几呢？这一工，经过讲头一句的时阵哦，当时咱的四社门都同齐关起来啊。公主你要进入洞房的时阵，将近2更呢，那你社门当然早就关啊。难道发生白出声？对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胡花哥还搁伫咧城内是？是啊，哈，将所有的部款，家家户户所在，哦，找不到胡花哥，城门都无要开。唉，可怜的小姑，安好啦，互伊加休困一时啊。咱来偌啉啉烧酒，行。道长，道长，你哪来这遮咧？这位老前辈是？伊是。啊，好啦，你都叫老前辈啊啦。老前辈，道长，我啥来这遮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你能带我出去无？道长，老前辈，我求恁啊，求恁放我出去好无？我要回去找我的阿爹干尔，你唔知人哪样怪你去内面啊？我求恁带我出去好无？啊，你莫阁紧张啦，小姑娘，你即马等于是死路一条啦。大概你还会记你洞房迄暗所发生的代志哦。我当然会记，你讲出去往台时，我就去往掠来这只，以后的代志我都唔知影。是我这个老的甲你救来的。多谢老前辈，老前辈，既然你安尼好心，你就放我出去好无？老长，我求你放我出去好无？这，互你讲，看会会用对也袂讲。你即马等于无人会相信，因会甲你当作是无杀亲夫的罪犯，会甲你处死。只讲甲我处死，我嘛是爱赶转去，我袂用连累我的阿爹家尔。好心可嘉，确实一个好查囡仔。生路白死，违反义协，伫冥冥之中该有定数。假使你若想要中转天命，恐惊会惹来搁较大的灾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定要转去，我一定要转去。啊，你即马人有病伫咧，你要转去嘛惊袂到厝。老前辈，我无病啦，你看，我毋是人好好，你看。敢我甲你讲，我绝对无讲唔对的啦。我早我就看出你有病啦。来，过来这边休困一下。你这就是着内伤啦。咱若内伤哦，安尼好好坐一下，也莫叮当，伊就自然就袂疼啦。也踮咧遮哦，安尼好好休困2、3天啊，安尼病就好啊。阿爹甲洗我药，阮从边海较近，比山较悬。我若无尽到一天的好顿，第倒搁会咧连累伊。总讲我浑身碎骨，无我头皮毛我会找过。阿爹，我不啦。你莫搁再哭啊！
你若靠我就绝对你一定要靠。你都知我什么代志我都拢唔惊，我今日惊伊查某安尼哭伤心流目屎。你若靠我就你那边交对你靠。你莫搞我骗人，我已经骗得着啦。你敢骗我骗你的听落去？我搞这个做。这不是你无一套路，这一切拢是定数因果。你先冷静一下，边度替你来探听一下消息，才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倒转。你莫管我。来，这里，人啉到这么啊梦，是真伤身体，你知无？我心肝来烦，你袂了解我的痛苦。根本啉烧酒，你心都袂烦，袂痛苦心。我无办法，我无想要上京，我想要转。我要回来找阮阿爹，我要回来找花公。你要回来？这要哪会用的呢？我即马毋知到底变成怎。李治官伊绝对袂放过好教，而且阮阿爹已经遐尼济岁啊，嘛免无人伫伊身躯边甲照顾。何公主，那哩我请问，谁那当初你要上京赴考？你的计划较理想呢？我即摆已经无迄个信心啊！哪敢有在下的人是遐尼济？变哪有可能轮啊着我啦？而且我即摆心遐尼乱，我根本都无法度专心去应考。就算讲去嘛是假行的。你实在做出头人，你枉费阮阿姊对你一片的情。何公主，何公主，小弟，你是咧起笑什？你唔知你起啥？你嘛是看卖啊！你家己中生气你，叫我找阮阿姊，再甲你拍落大街，你最心就是要互你死的啊！可是伊即摆若转去，伊敢要放你煞去？你若安尼做，伊敢对得起阮阿姊，对得起你阿爹是？阮阿姊我唔知是安怎，也毋过我知影，可是你离关若搁再变，一定会走上绝路。我告诉你，刚刚阮阿姊讲的话，你拢捡袂记啊！我就是唔知因的情形，所以我唔才想要倒转去，我唔才来。你安怎？你讲，你安怎？刚刚你转去，你法度改变什么事？你敢法度斗过个李治官？你读册是读来较正偏去，还是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你是要安怎甲有比啦？我你嘛用你大家一头壳先想看卖啦。阮阿姊，你阿爹，因大家希望拢寄托在你的身上，只有你会当救阮替阮大家争一口气。你毋知迄个实力甲咱别人比啊！我的心已经乱了，我即马嘛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，要安怎做才对。何公主，就算讲是阮阿姊看唔对啦，伊甲你当作是有一个有才学、有志气的人，
你是一个最自甘堕落、不求上进的不路用人。小弟，你阿姊，小真辜负你对我的托付，我无办法，我这个无路用人就听去好讲。阿姊，你的希望无啊？这拢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就一时下罪。想袂起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我就一时下罪。我是外国，你什么代志？小弟，袂用一啦，你袂用死一啦。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，你拄则骂了我唔对，一切拢是我唔对啦。莫生气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心情无好，才会这么失志。你免烦恼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，我绝对袂让花哥失望。你讲的是真实的事。我用对天咒抓去。你免就听啦，我相信你若是，我嘛相信你啊。但搁真唔当忘记，大家希望拢寄托在你的身上。是的啦，我无应该遐尔过分，后再甲你碰。你也着这样客气啦。其实你这桶水喝了拄好是时阵，也若无好，我甲即摆搁醉茫茫，家己咧创啥物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老爷，夫人，你看你来啊！快点啊！我知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，我把饭拿给你吃啦。谢谢你，老爷夫人，你真是委屈啦。这一切都是你。我问你，有花哥的消息无？花哥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啊去？也都安尼哦，城门哦关起来3暝3日，安尼哦家家户户去搜查，都拢无花哥的下落，你怎知？我早就知影，花哥是仙女下凡来日行，时间若到，伊自然来离开啦。我讲伊是真正仙女来转世啊！伊嘛爱带着我咱已经饲伊18、9年，唔通安尼害咱这2个老的搁遮伫咧受苦啊！老爷，话你唔通安尼讲，这一切拢是因果，咱爱认命。到遮来啊，事在伊去，安尼就会用的啦。你头咧啊，我问你，这2天啊有开店做生意啊无？有啦，你放心。有是上好啦，假使若是有人欠账吼，你都爱家己记互伊好势。啊，该收的账都爱收咧，万人拢爱本钱的，唔通伤慷慨，知无？吼。对啊，这我知影啦。啊，知上好。老爷，大人查某囝花哥，一摆犯着遐尼大的罪名，人阁行踪不明，咱2个老的性命，敢得保会着，保袂着？你还搁咧烦恼你的身体？老爷夫人，甲饭菜顶顶去啊，紧食啦，紧食。你看，我想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老爷，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哦，我若是做会到，我一定尽力。但伊就所知影，我敢若担心这个查某囝啊，花哥，这个后来乡路院啊，按算得要互伊甲我传，但是嘛，行风不明，伊搁生死唔知。
我咧想是向导结晓。既然自有天相，老爷，你免想啊遐尼多啊！但我即摆讲这拢发生这个代志，也无法度让我囝要变成家破人亡啦。后生见人，就上遐去户口，后来伊一定会带我生囝。我拜托你一个好无？伊若是生囝时阵，囡仔一个互我做囝，我传阮讲这段会香烟，好无？你拜托你，唔通互阮做安尼去绝事，好无？你睇咧，安尼啦，无我对咧，甲你后，那你睇我求你答应啦！唔通我绝，大家夫人，你请客，你请客啦！你来带我，我才来进来，我拜托你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的心愿，嘛是我的心愿同款。我比昨日话无用事不要紧，大家夫人，你别去无用事啦，我绝袂互你无用事啦。我比昨日，你这句话安尼讲出来，叫我听着我就会当放心。假使我若是叫人斩头，死得九泉地，我会当含笑负责啊！多谢比昨日，我来当紧起来啊！无路用，你真拢无路用，啊，声门关起啊！既然连一路我都抓袂住，你这笨蛋！苏雅，你讲，无我讲个，发生病就抢为我先。我有一个办法啦，有啥办法紧讲啊？我哥谋杀亲夫，啊畏罪潜逃，论法论吼都要凌迟处死。啊，因爸母啊难逃子嗣之嫌，这嘛是同款的死罪啊。这我知影啦。我哥伊爸母早就跪伫咧地迄绝对走袂去。即摆问题就是，看安怎才通掠着我哥啊？老爷，啊听讲我哥是一个孝女，啊照大人啊，你若将要杀因爸母这个日期甲宣布出去，我哥若知影，一定会对咱投案啊。请告伊啊，有主无善，将我好歹，甲了将是处死。想起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下将来写意难忘。我唔相信你偌敖，你有法度通破我这个棋局。李东斌，哼，你偌敖！你怀疑该是咧怀疑啊？来，这个棋局你敢有法度通误破？滚啊！死棋啊！李东斌，加快啊！我你下面对头走出来。你本来就该是啊。无论我多白，我咧白也唔对，安尼无算，安这盘无算，我多白都唔是白安尼啊！啊，我都没有价卡，啊这。好啦，尊重文顺啦。我无算了，就随结面手咧，互我看，哦，你赢啦，有算啦，来，过来，行一个。哎，我得到一个消息。爱你的心无变，你煞一起那婚宴。等你一粒心受尽后前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
大声人爱可怜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的。